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蔡英文政府甲苏贞昌的内阁，最近是面临着一波搁一波的挑战，为开放内地到本土零确诊来破功。这个年底民调的总体验嘛出来了，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，这个蔡总统甲苏议长的声望甲满意度，拢搁维持伫个5成以上，也毋过。美丽岛电子报基金会民调就歹咯，这个苏内阁的满意度已经比无满意度较低，整体呈现着死亡的交叉。那蔡总统的信任度嘛落降咯。总统蔡英文最近有几礼拜为了内地议题以及新闻自由，面对媒体挑战受到济。到年底民调机构嘛做出蔡政府2020年施政总体检，蔡总统的声望伫12月份维持伫52.8%，比11月份小可落2个百分点。伫另外一份调查中，信任总统蔡英文的民众有53.6%，同款比11月份减2个百分点。显示出来，如果根据我们的总统蜜月期的操作性标准，那我们可以说，蔡英文总统的总统蜜月期，或者第2任的总统蜜月期，已经在12月正式结束。不过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内阁满意度遭受的影响却是真明显。虽然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苏内阁满意度依然搁伫个51.4%，甲11月份比较起来小可升悬。不过，伫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内面，无满意的数字已经超过满意的数字。行政院长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吃重，又是高耗损的位置，民众有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们谦卑检讨。民怨逐渐的上升，那这个满意逐渐下降，暂时的这个让满意度没有继续下滑。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判断，苏内阁短期内没有倒戈的危机。顺应民意，还阁坚定施政立场，民进党未来挑战还真多。